气象署预估讲，这热带扰动19有机会发展做轻度风台，外围环流对台湾的影响是伫咧19到23这3天。若北部、东半部将有可能会落大雨。针对着这款的情形，伫花莲光复的紧急应变协调所，今仔日咧就把这重点转做是防止风台，会来监控雨水量，也会监测到这马太安溪水位。到时阵若阵可能来发生危险，就分阶段疏开撤离居民。若阵想要去到迄个所在做志工的，就要特别注意咯。对10月开始禁止志工入去灾区，确保大家安全。公布设备因为浸过土水已经无法度使用，花莲光复这乡镇的灾后复原都在进行，但阁有热带扰动，特别伫拜六礼拜形成风台。中央前进协调所转型变做紧急应变协调所，昨日开始甲重心转做风台整备。第一个任务就是恢复各村的广播特离系统。这目前倒是搭一个啊，效果无好啦，后壁我开袂着啊。我毋知顶管到好啊，顶管到好啊，顶管也未连落来。也未看来遮啦。村里是陆续收到新设备，但是台东村伫咧测试了后，发现讲在传声的效果歹。台华村是到16早起，敢若装喇叭尔，新线路含主机拢还未够。对这花莲县政府是紧急采购设备来补强，协调所嘛先到调度警察车含清洁车公布来应用，方便随时通知特例，而且公布特例方案的启动时机。民众都可以收到啊，都可以收到。另外，我们的村里的广播系统也会广播。我们就开始要采取这个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的撤离水位到达1公尺，也就是离河堤我们的堤防1公尺的位置，我们就会启动淹涉湖的警报系统。根据气象署的估计，热带扰动有机会在拜六礼拜形成轻度风台，外围环流大约19到21会影响到花东。花莲万荣、凤林和光复3个乡镇会明显落雨，雨势是到大雨的等级，甚至局部是超过200毫米，到大水雨的等级。为了安全，协调所宣布10月开始禁止志工进入灾区。这几天天气还是可以，不会有立即的危险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赶快帮这些灾民做这些防范准备。贵人城表示讲，预计特例疏散的人数是1308个人。针对随伫特例的执行，会互观察官含警消这单位帮助村长确认居民确实做好防范。另外，中央已经准备9万包的沙包，目前灾区嘛，敢若剩1000人以下的志工，16个重点伫咧沙包的发送，全力帮助民众来做好防台的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